你瓜那么是下头怎样？马可头个，此你头，你只黑只瓜比啥子里只瓜清安咯？就干嘛怕不里耶稣的是你嘛？以往后来过第二天，就干嘛怕提罗拉斯？耶稣的以往的，一直普干嘛的摩根呀？耶稣的，我啥头话阿舅妈瓜，大夫娘阿里的嘴巴阿拉比难呀咯？耶稣的普个是以色列那那，是怕罗我啥呀？提第二里嘛我啥阿咯？侬呀提你马路，提个呀路，提扎尼路，提塞路，是怕侬我啥的你女那嘎咯白嘛？推马呀，衣服提住马我，你就提住马呀，侬只吃的你女马里比，侬做提做的你女那嘎咯白马推马我，推你就提是瓦马推瓦马做白嘎咯，过了呀就干嘛怕里一的马跑侬白牙膏，一提第二里不杀我，一马俺呀侬白不杀马做，提地马路提扎尼路提塞路不杀的你女马比，只吃的你女马里比，侬做提做的你女马呀，提莫。出地干嘛比？谁地都爱他不得是饭喽白喽，夜里是你就抓比普个拉马的耶稣莫个呀，侬那为啥怪比恶咋马个白嘎喽？个个呢阿妈咪耶稣的阿选那尼马不，阿婆有个嘛呀，为啥一个都许多怪比俺喽？